即时礼拜要开始，请有炸手机的请关机，还是开着震动。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于是咱来圣诗174首，我心幸福真理的神，请起立，咱来吟全首。我
请坐。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心中充满感恩，因为你赐下了圣灵来做了我们的保惠师，带领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也让我们得以与你的心意相连。你不仅是我们的安慰者，更是我们的引导者。求你让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顺境或是逆境当中，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与行为。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和困惑时，求圣灵教导我们如何依靠你的话语，并使我们的心能够回想起耶稣的教导与带领。在我们感到脆弱和无助的时刻，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提醒我们要仰望你的爱和应许。我们深知人的智慧有限，而唯有圣灵的教导，才能使我们明白深奥的真理。求你用圣灵的抚慰医治我们心里的创伤，帮助我们放下过去的包袱，重新振作，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求你的灵时常引领我们的思考正确的选择，是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生活每个瞬间都能活出你的荣耀。此时我们要来为吴承安、阮玲雅夫妇，求主赐下那够用的恩典来照顾他们的亲属，也为教会的杨守峰、李富雄先生能够病得医治，早日康复，也为教会的林淑娥、吕春美、吴美惠等能够病得医治，早日康复，也为张圈瑜姐妹喜获千金，求主赐下够用的恩典，能够照顾孩子。我们也为谢文哲弟兄转任大溪国小校长，求主赐下够用的恩典和属天的智慧，能够服侍偏乡的孩子，能够祝福更多的小朋友。我们也为教会的暑期营会，还有诗班前往外地献诗关怀的准备，及教会建堂一切的筹备来祷告，求主带领。也为台湾祷告，求新冠疫情及天气的变化中，人民身心灵的健康来呼求主。也为台海的平安和台湾国际关系来祷告。也为青年世代的来祷告，求主祝福这些毕业生、考生以及家庭，也为全球战火冲突之地来祷告。亲爱的主，恳求你将你的话赐予我会当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照着你的话改变我会当得到你的欢喜。恳求你将你的话放入我的心内，成做我生活的力量。免得阮得罪了你，只是咱要用主驾驶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日成，伫地里亲像是天里。阮的日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错误，亲像阮也赦免互阮的人。无你互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下，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来启用第49篇，我来启大家来用。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散车人嘛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奶。毋免钱嘛毋免银，恁若着开钱买袂食你的面，哪会着用劳苦趁的钱买食袂饱的面？恁着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的面通食。享受上好的食面，互恁满足。趁操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我困我时，就来求救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有义的人着放杀因的过无，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着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白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加偌悬？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较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遐悬。雨甲细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润泽土地，互五谷不厌大长。要野种的有种子，有人有美娘，对我的喙讲出来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田野的树木会拍鼓仔欢迎。以前有气魄的所在会发出清白，有草饲的所在会发射流，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永远固不变的记号。这时咱来恭敬上帝的话，来看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25至27节。约翰福音第14章25至27节，看我来读。我又甲恁做伙时，已经有将这个话甲恁讲，毋通毋过为作者，就是别用我的名。要来采我的圣神，会将一切的代志教示恁，嘛会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的一切话。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会甲世间互人会无共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唔通惊吓。我用和合本来念一次。我还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已对你们说了这些事。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以上，这时咱请教会诗班来学录。
真多谢诗班真好的歌声。咱即是要请本堂林耀新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圣灵的同在。来，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咱教会节期内面一个真要紧的节期，就是圣神降临节。这也是伫咧咱规个即个教会节期内面第一段的部分会讲是一个结束。伫圣神降临节了后壁就进入教会节期内面会叫做常年期。所以咱伫咧咱的迄个咱也有看过咱的迄布旗吼，中的迄个布旗到圣神降临节是用白色吼，但是因为圣神降临节用到的是圣神的火，所以咱的伫咧挂旗的部分是用红色的部分哦。圣神降临节是一个真要紧的节日，是因为圣神降临节也是主的教会降生的日子也搁为什么有圣神降临节？咱要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咱要来了解。咱今仔日也伫咧咱的会后，咱有爱餐。爱餐的过程内面，真感谢主帮俊也要透过圣神降临节，嘛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内面会有去食到一寡伫咧五旬节会去食到的物件安尼。帮俊吼，安尼有去做过，安尼去安尼讲去研究了，伊做一寡改变，所以吼咱拭目以待。等下伫咧咱的即个报告的时间，我会讲是安怎要食济，互咱会通搁较清楚了解到圣神降临节也是讲五旬节伫咧犹太人伊伫咧安尼咧伫遐咧纪念即个五旬节。的时阵，因会食到的物件，甲因是安怎要来食这的物件。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节《约翰福音》第14章，原底本地应该爱读的经文是全章啦吼，但是实在是伤长。我就讲咱就精选咱今仔日的即个25节到27节，即个会通讲是上要紧的即个部分。来甲咱兄弟同齐来分享。咱手边有圣经，也是讲咱的手机内底有圣经的即个 APP，咱嘛会使来甲伊安尼翻开，咱来看。伫咧约翰福音第14章内面去讲到门徒是安怎，迄个门徒伊拄好伫咧，因有心内有惴不安。是因为耶稣甲因讲，我要过来，我要去上耶路撒冷，我要安尼互安尼遮个长老祭司长来审判定罪，安尼定时计。所以门徒伫咧知影讲，因的老师因的安尼列比要离开因，所以因心内有充满侪的遮不安甲迷惘。因原底因本来想讲，因所军队是一个比赛是迄个会通带领因国家是安怎？毋是建立上帝国，是要搁一届恢复迄个犹太国的迄款因安尼的迄个想法。所以门徒腓力伊就对耶稣问讲主安尼将病来显示互阮看，阮就满足。你拄好伫咧反映着门徒，即个正门徒因的内心，因迄个咱讲因的深处内底，迄款对迄个到底因所军队，到底迄款安尼讲有确实无？迄款安尼的迄个渴慕，甲那种渴望。但是耶稣对因的回答，却是指出一个更较深的迄个真理。伊讲安怎？伊讲病甲我讲耶稣讲，伊甲病原底本底是一体，搁安怎？伊要赐落另外一个保惠师圣神，要安怎永远甲安尼门徒同在？因为咱知影耶稣安尼伊道成肉体了，伊无法度永远甲门徒相啊伫地，
所以当耶稣伫遐讲我要离开恁的时阵，因心内有侪侪的不安甲迷惘。所以这个时阵，耶稣伫遐讲我要求父赐了另外一个保惠师圣神。所以要永远这个圣神要创啥物代志？永远甲门徒同在。今仔咱生活伫咧即个咱讲资讯爆炸的即个时代。嘛是一个价值观混淆的时代，咱对未来充满侪迄款安尼无确定的一个时代。谁人安尼讲？咱会通看见咱今仔日咱伫咧咱的社会内面，有侪时阵，甚至咱伫咧甲人对话的过程内面，过去咱会讲一定会安怎，会确定会安怎，但是咱即马咱真侪时阵，咱听到拢讲啦，无一定，不确定。真的是这样子吗？但是当咱伫遐安尼有侪迄款的谣言的时阵，咱是毋是咱会看见讲，今仔日撒旦伫咧咱的社会内面，悠然撒下很多的这些谎言的种子，互咱安尼伫咧咱的生活中有侪的迄款的不安，侪迄款的混淆，尤其伫咧咱台湾这般咱的社会，咱的这种社会的迄款的对立，甚至家庭的迄个结构松动，少年人伊伫咧敲找因的方向的时阵，因有侪内心的迄款的焦虑、空虚不安。所以咱甚至咱会伫遐伫咧面对着这不安的时阵，咱会伫遐问讲：主啊，你伫倒位？你若讲真正有甲阮同在，是安怎即个世界会遐尔混乱？所以耶稣伊早就伫咧迄个时阵，就伫咧伊的迄个时代，伊就已经安尼甲门徒预备一个答案，就是圣神保惠师要踮伫咱的内面，佮安怎引带咱要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咱要来看讲，安尼圣神保惠师伊到底伊伫咱的生命内面，到底伊要做啥物款的代志？伊既然伊永远甲咱同在，安尼到底伊伫咧咱的心底要做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咱今仔咱所领受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内面，咱会通看见，伫咧圣神保惠师来到这个世间，伫咧这个世界，伊要做3项的代志。第一项的代志就是伊是咱的引带者。耶稣讲啦，伊讲我求父我要求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所以伊要永远甲咱三个伫地，这个保惠师伊要帮助咱，要引带咱，因为咱来了解保惠师伊伫咧原文的意思是啥物呢？是来到伫咱的身躯边，要帮助咱的人。迄个帮助咱的人是啥物人？就是咱亲像律师，是顾问，甚至是安慰者，是迄个辩护者的一个，咱讲类似综合体一样。所以圣神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伊要永远甲咱伫地，是真做咱的帮助者。尤其伫咧咱即马咱即个资讯泛滥的即个台湾的社会内面，咱不管是咱对咱即马真熟悉的迄个政论节目也好，也是咱的伫咧社群的这媒体也好，咱会通看见真侪时阵，每一个人拢认为讲伊家己是迄个对的，伊家己是迄个真理，所以会通伫咧不管是伫咧政论节目内面，也是伫咧迄个社群媒体内面，伊会伫迄中间来伫遐咱讲大放厥词。但是咱若去了解到，咱会发现讲，有当时所讲的这话，往往反转，互人安尼咱迷失了方向，是因为咱所认为的迄个真理，往往是叫做相对的真理，甚至咱要讲有可能是歪理，麻烦跳回来。我不知道谁按到 PPT。所以咱伫咧看见讲，咱会通伫咧迄个伫咧咱面对着
安尼即马的即个现代即个社会的时阵，咱会通看见，咱到底要倒一个方向，咱无一个真确定的迄个方向。所以，伊伫咧中间啊，咱通看见讲，伫咧咱的社会内面，有个人所坚持的真理，结果到尾也是歪理。但是圣神点伫咱的内面的时阵，伊要成做迄个咱的迄个引导，咱来讲亲像讲导航系统共款，要引带咱伫咧迄个真假难辨的时阵，伊要互咱会通明白迄个安尼道路、真理甲活命的耶稣。所以，咱会通看见讲，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需要有一个安尼，即个引带者，互咱会通行伫咧迄个内面。这个 PPT 好像不是 OK， 好。所以，咱会通看见，咱需要一个什么款的引带者？有一位大学生伊伫咧面对着伊的迄个职业的迄个选择的时阵，伊毋知影要到底伊要选择什么款的方向？到底是要追求高薪是要要安尼讲期待家人，迄个讲完成迄个家人的期望，是讲伊伫咧面对着安尼伊迄种心内对伊的一个呼召。后来，伊透过伫咧祈祷的时阵，来上帝安静伫上帝面前，伊来上帝祈祷，伊伫咧心内面，伊去感受到安尼圣神伫伊内面有一个款的催逼。落尾手，伊就伫迄个中间来安尼行伫咧迄个安尼教育的即个事业的迄个道路顶面，毋是因为迄个是上容易行的，乃是因为迄个。圣神伫伊内面有迄个安尼，互伊有一个真清楚知影讲，即条道路就是对的。因为圣神伫咱内面的时阵，伊要互咱有迄个平安。就算讲咱面对着头前有充满了侪的挑战，但是因为咱伫遐谦卑、欢喜，互圣神来引出的时阵，圣神就伫咱的内面，伊互咱有迄个满满的平安。就算讲咱真清楚知影讲头前的道路是看起来咱像是坎坷的，是互你会感觉讲安尼是困难的。但是因为咱真清楚知影讲主甲咱送啊伫地，伊要引带咱头前的道路。就算讲头前即个道路是坎坷的，咱也伫迄中间欢喜来顺探，欢喜来跟对。所以圣神是咱的引带者，伊要引带咱行迄个真理，互咱行伫咧迄个上帝要祝福咱、要施恩赐福互咱的迄个道路顶面。因为就算讲你今仔日你伫遐追求迄个高薪的迄个职业，但是无有可能无拍算，你所追求的，甚至你嘛已经有安尼讲积足侪的财宝。但是咱哪会知？有当时因为无下伫圣神所要爱让互咱的，就你有可能咱所积足的，结果收袂掉，一瞬间安尼一夕之间就安尼来安尼拢总安尼消失去。所以咱会通清楚真清楚，当咱欢喜互圣神来引带咱。保守咱，互咱行伫咧圣神爱咱行的道路顶面，咱心底毋但有平安，搁咱伫咧面对着逐样的挑战的时阵，咱有对主来的迄款安尼的肯定。第二，圣神保惠师，伊是咱的迄个会通讲是迄个叫做讲教育者，咱的迄个教师共款。伫咧咱今仔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伊讲安那？伊讲迄个。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圣神毋但是帮助咱知，搁较要帮助咱会通明白。知甲明白，是无共款。有当时咱知影，但是咱无明白，至到知哪知，就较亲像咱读圣经，咱安尼圣经读过，但是咱无明白。但是咧，耶稣。伊讲圣神要真做咱的迄个教导，迄个咱的毋但引带者，伊阁要教导咱
会通安尼来了解到上帝的话语。伊讲伊伫迄个空间伊要圣神要帮助咱来将耶稣对咱的迄个教导会通来活用出来，伫咱的即个现实，咱的迄个现在迄个处境的内面，伊是迄个活的教师，伫咧无共款的处境，要修饰咱智慧，甲着提醒。咱想想讲，今仔日咱安尼共一本的圣经，共款的字句，但是每一个人领受拢无共款，是因为安怎？因为上帝伊让互咱每一个人的拢无共款，但是当咱领受着上帝话的时阵，圣神伫咱内面做工的时阵，要互咱明白上帝伊到底伊让互咱的是甚物货，佮伊要爱咱所行的是甚物货。所以有一个基督徒伊伫咧伊的工作顶面的职场顶面，伊是一个主管，所以伊安尼伊有一件安尼伊面对着伊的即个同事伫咧安尼伊的公司内面做一个安尼无真适当的代志，有可能会影响到公司。但是伊佫惊讲，伊若是伫咧中间安尼来安尼讲爆发，也是讲安尼揭发即个同事伊所做的代志，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伊甲同事之间的关系，是讲甚至安尼彼此的关系拍歹去。伊伫咧心内有侪迄个挣扎，但是到底是要保护公司的名声，是要伊伫遐来坚持伊家己迄种伊伫信仰顶面伊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迄个诚信。所以伊就伫咧迄个伊家己伫咧灵修的过程内面，圣神就互伊想起着主耶稣所讲的话。伊讲主耶稣讲讲恁的话是就是，毋是就毋是。后来伊就伫遐来选择正直，伊安尼伫遐就将即个同事所做即个安尼不当的代志，安尼来安尼甲伊揭发出来。虽然讲后来伫咧短期的过程内面，伊安尼受到即个同事是讲同才之间会对伊的打压，感觉讲即个伫咧公司内面做尿白但是后来伊反转真做迄个正人受到正人的迄个尊重，因为伊伫迄中间，伊遵守迄个正直，伫迄中间安尼顺摊伫上帝爱伊行的道路顶面，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所以圣神伊会通帮助咱，引带咱、教导咱，互咱会通行伫咧迄个正直的道路顶面。第三，圣神要帮助咱会通想起着主耶稣讲的话，伫咱今仔经文内面讲起着，伫咧特别是当咱面对着侪即个患难，也是即个咱讲选择的时阵，咱时常咱会袂记咧主的话，因为咱怎点伫咧迄款的迄个，咱讲伫咧咱的生命的迄个困境，咱所拄着的迄个挑战的内面的时阵，直到咱怎去绑伫咧迄个困境的内面，迄个挑战内面，咱怎毋知要怎样好。但是圣神伊要帮助咱，会通咱伫咧面对着这患难，而且咱拄着挑战，咱需要做选择的时阵，伊要互咱来去安尼想起着上帝的话语。伊伫遐要搁一届圣神的工作，就是要来唤醒咱安尼的迄个记忆，互咱安尼会通，互主的话会通伫迄个咱讲伫咧迄个关键的时刻真做咱的安慰，甲迄个提醒。所以咱是毋是当咱伫咧面对着侪这个患难挑战，甲迄个选择的时阵，咱敢有主的话真做咱的提醒？这是一个咱伫咧咱今仔日咧领受这段经文的时阵，咱需要去好好来去提醒咱家己。咱伫咧面对着各样的选择的时阵，到底是上帝的话伫咱的心内，真做咱的迄个咱讲指引，甲着咱的迄个咱的咱讲迄个咱的准则，是咱伫迄中间，咱敢若想起着讲啥物人伊会讲安怎，啥物人伊会有做啥物款，伊可能会做啥物款的决定。但是咱
圣神要帮助咱，互咱去想起着主耶稣所讲的话，互咱伫迄中间会通有一个正确的迄个选择。咱伫咧面对着逐样的挑战的时阵，伊要享受咱有对主来的迄个安慰甲平安。因为主耶稣讲啦，伊讲我留落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这毋是迄款伫咧即个世界迄款安尼所享受的迄款表面的迄个平安，甚至是咱讲伫咧面对着即个社会即个处境，有当时咱感觉讲这个相安无事，好像安尼就风平浪静，但事实上，咱无真切去面对着迄个根源的时阵，咱幽怨内心内面还佫有侪的迄个涌动。但是主耶稣伊所享受互咱的，是要互咱的迄个内心的迄个深处内面就算讲咱幽怨还佫伫咧迄个风暴的中间，伊幽怨要互咱有对主来的安息，甲着平安。有一个姊妹伊安尼伫咧面对着伊的囡仔的安尼有迄个忧郁症的迄款安尼挑战的时阵，伊的心内充满了迄个自责，甲着迄个安尼讲无力感。有一遍伊伫咧安尼伫咧聚会，伫咧小组的聚会中间，安尼圣神伫咧伊的内面，互伊有迄种满满的感动。伊就想起着主耶稣所讲的话，伊讲我将平安留互恁。伊就伫迄中间安尼领受对主来的迄款的平安，伊伫遐来求讨主的引带甲帮助，伊就伫遐安尼欢喜来顺服，伊来欢喜来安讲放下，伊原底本底对囡仔迄款操控也好，控制，甚至安尼对伫囡仔伊所即马面对的迄款安尼迄个忧郁症的迄款的忧虑、焦虑，伊就伫迄中间，伊用着祈祷，甲着陪伴，甲伊的囡仔安尼伫遐安尼不断透过着祈祷陪伴来帮助即个囡仔，因安尼同齐来行出即个黑暗的即个时期。所以弟兄兄弟，圣神安尼毋是一个抽象的迄个咱讲神学概念，伊是一个会通讲是一个真活泼的，佫是真实的迄个咱讲第三位的位格的上帝。伊今仔的幽怨，还佫伫咱的教会内面，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夫妻关系，咱的亲子的关系。伫咱的工作职场，是伫咧包括咱安尼伫咧咱的校园的工作顶面，伊伫迄中间不断伫遐咧工作，伊无伫遐来休困，伊不断伊亲像照圣经讲，要甲咱安尼永远甲咱同在。所以主耶稣伊也提醒咱，虽然耶稣无搁再用着迄个肉体甲咱相伫地，但是伊的灵。也就是圣神，圣神也就是耶稣的神幽怨伫咱的内面，伊伫遐继续伫遐来运行，伫遐来引带咱，来教导咱，来扶持咱，互咱会通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所需要去做决定、去做安尼去做选择的时阵，伊要成做咱的引带者，伊要成做咱的教师，伊阁要帮助咱会通时常来去想起着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弟兄兄弟，特别是伫咧咱今仔日即个圣神降临节的时阵，咱今仔所领受的即段经文，要搁一摆来提醒咱无搁再是孤单的，因为主伊将圣神来赐落互咱，伊要点伫咱的内面，成做咱随时的帮助，互咱安尼会通安尼不断，咱甚至咱会通同齐伫遐来较无。圣神毋是干那某一寡人会通得到，是每一个人拢会通得到的。所以咱就应该安尼用着欢喜的心，顺探圣神伫咱生命内面的引带。不管咱伫咧安尼讲，伫咧迄个安尼顺境，是伫咧逆境，咱拢欢喜来互伊来引带咱。
咱来较无伊，甚至咱伫迄中间来欢喜来听叹聆听圣神伫咱心内对咱所讲的话。咱伫遐来甲伊相仔同行，特别是伫咧即个混乱的即个世代，咱会通安尼活出安尼有对圣神来的迄个真理，甲迄个平安的迄款安尼的见证。互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即个社会即个处境，咱会通做出迄个正确的决定。伫咧咱面对着逐样的挑战的时阵，咱无搁伫咧中间心内有侪的惊吓。就算讲今仔日咱所拄着的迄个挑战，就亲像讲咱今仔日咱伫咧面对咱教会的建堂，咱会感觉讲建堂这是一个遮尔咱讲叫做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就是因为是无可能的，咱才需要去经历，敢毋是？如果若逐项代志咱拢是做迄个有可能的，是咱有法度去掌握的，安尼咱就无需要上帝，敢毋是？咱就是透过咱去不断去遐去经历着迄个对上帝遐来，咱伫人来看是迄个无可能，但是伫上帝来看是凡事拢会。咱透过咱今仔咱所领受的，搁一摆帮助咱，伫咧尤其是伫咧咱面对着逐样的挑战的时阵，咱无搁再伫遐来讲起这是无可能的。咱是讲感谢主，互我会通伫迄中间来参与着即个主所行迄个，伊爱咱安尼去要爱咱去突破迄个原底伫咱生命内面，感觉讲是无可能的。但是今仔日因为有主欢喜来施恩赐福互咱，咱欢喜来顺探伫伊的引带，咱要来经历着迄个伫咱生命内底原底迄个无可能的变做可能。所以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去想起看卖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最近咱有听见着圣神对咱所讲的迄个微细的声音无？搁咱要怎样去分辨伫咱的迄个生命内面，咱要去分辨圣神的引带，甲着也是讲，迄是咱家己的想法。恳求主圣神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做出正确的分辨，互咱袂伫迄中间伫遐安尼讲掠做是家己家己的意见，结果掠做讲这是上帝的意思。上简单的咧我想应该侪人嘛捌听过，就是捌有一个兄弟一个姊妹讲圣神甲我讲我爱娶你。即个姊妹伊讲，毋过圣神无感动我咱伫咧面对着咱心内有迄款的声音的时阵，咱爱去做分辨。但是迄个分辨，咱需要倒来到伫上帝面前，伫遐来向上帝祈祷。咱到底咱有偌济祈祷，佮咱有偌济来读主的话，互主的话成做咱的帮助甲气力。互咱伫咧面对着逐样的这抉择的时阵，咱会通真清楚知影讲对，这是主伊要爱我行的，这是主要爱我选择的。所以，就算讲我头拄讲的迄个笑话，那如果某一个兄弟，也是某一个姊妹，对方甲伊讲圣神对我有啥物款的感动，爱我做啥物款的代志，也是讲爱我安怎？咱会通安尼伫遐经过安尼读经祈祷了，咱会通做出正确的回应甲选择。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到底有倒一寡层面，咱需要互圣神来成做咱的导师，甲成做咱的顾问。伫咱的家庭，也是伫咱的职场，也是伫咧咱的人际关系，咱是毋是有欢喜互圣神伫咱的内面来成做咱的帮助、甲引带、甲倚靠？第二，咱是毋是有时常倒来到伫圣经，互圣神来，互咱会通时常来去想起着主耶稣所讲的一切话？咱是毋是有安尼愿意来养成安尼的习惯？伫咧面对，特别是伫面对着逐样的挑战的时阵，是毋是会通时常来照着圣经的话语来成做咱的迄个支持，甲迄个倚靠？
互咱时常会通来想起着主耶稣所讲一切话，来咱会通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三，咱伫咧面对着咱生命内面有会拄着侪侪遮的焦虑、甲压力的时阵，咱是毋是愿意来领受主耶稣伊所赏赐互咱的迄个平安？还是咱拢犹原抑阁继续选择伫咧即个用俗世的方式来去处理咱伫生命内面咱所面对的逐样的代志？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欢喜来顺叹，透照着主耶稣所赏赐互咱的平安，来赢过即个俗世即个世间的即个方式，来安尼会通，互咱会通咱讲有别于，也是讲甲即个世界安尼讲有所分别，因为咱本地咱就是安尼，互上帝咱主耶稣甲咱分别做成，甲即个世间有所分别的。所以咱透过咱今仔领受的即个经文，也恳求主圣神来充满着咱。透过咱今仔所领受的，咱搁一摆来回想，咱也欢喜来，互圣神搁来伫咱的生命内面，搁较侪来掌权，来引带咱头前的道路，互咱袂搁安尼伫遐来行安尼家己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主啊，阮较无你的神来充满伫阮，恳求你的神即时运行你伫咧你的大会中，拼落你的圣神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互阮会通来安尼伫阮的生命中。欢喜顺叹圣神伫阮生命内面的引带，不管阮伫咧未来所要面对的逐样的遮的挑战，也是困境，阮拢欢喜来谦卑屈家伫主你的内面，互你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搁阮也愿意来谦卑，来顺叹着圣神对阮的教导，互阮会通时常来去想起着主你。伫阮生命内面所讲的话，阮欢喜行伫主你的话中间，活出主你的话，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真正伫阮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因为阮有主圣神的帮助，也领受对主你来迄款安尼迄个伫世间人所看起来是迄个无可能的，但是伫主你看，凡事拢会。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过来，阮所行的路站，拢有主圣神的引带甲帮助，诚做阮安尼及时的快乐甲帮助。阮安献上满满的恳求、感谢甲祈祷，拢上个做基督圣名，免。这时咱要来领受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4首，食这饼，啉这杯，咱一个吟。
请咱甲伫外面也是伫咧主要教室的兄弟邀请因入来到伫咱的中间。圣餐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聚会，所以咱同齐来领受主的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三角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伊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受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受困我的人我决断袂弃杀伊。愿主耶稣的基督的恩典，甲恁送啊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耶肉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接下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接下，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你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通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啥是过来？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当咱领受饼了后，咱就大声先安静祈祷。当圣神若伫咱的心内对咱有啥物款的启示。也是，互咱去想起咱过去有啥物款的罪，咱就伫咧中间恬静祈祷，求主赦免咱，用着伊的保护来洗清咱。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食了，也安尼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帮咱。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已经领受着杯，咱就安静默祷祈祷。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送啊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
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选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是咱要来收杯，呀，请咱伫咧收杯的时阵，咱来吟圣诗364首。即时咱来诵读圣经，请咱起立。起立。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与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于本州彼得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山中过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不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是为奉献。
日。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其那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为了你极大的荣光，阮是啥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毋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真济，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方美珍、曾建民执事。请今日来宾奉献诗。这时咱来读本周金句。你约翰福音第14章第26节，来，咱同齐来读。来，毋过为作者就被用我的名要找来的圣神，会将一切代志教示恁。卖互恁会记哩我因讲的一切话。好，福音第14章第26节，咱用和合本来念一次，预备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
好，这是报告。还有新的朋友无？咱来看报告吼。报告第一项，咱今日礼拜煞有爱餐，请上节用留步吼。第二项就是总会的曙光吼，奉献主日，你后礼拜礼拜后将召开主日学的教研会，请老师来预备心。第三点是下主日诗班要前往三支吼，这里纪念教会献诗，并关心出生牧者吼，请兄姐关心来代祷。第四点，暑期有暑期营吼，请招待导向有 DM 吼，请来发放吼，有要报名，向主学校长来报名。第五点就是各团契要预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请于15日前交到办公室。肢体消息下主日就南阳区下主日在宜兰教会，今天下午在宜兰教会有举行信徒的造就会，可以去参加。第二点就是妇女事工举行70周年感恩礼拜在礁溪教会有报名的会友请注意时间能够准时来参加第3点、第4点、第5点请参阅有关代祷事项再进行代祷。上周聚会出席奉献请参阅后礼拜的事奉也有安排到事奉的同工请准备心。以上。等下这平安。咱今仔日有爱餐有几点来提醒咱即马伫咱的即个爱餐了后麻烦咱若咧洗迄个碗碟的时阵，咱即马伫咱的即个中庭的所在的迄个墙边有装饰的即个洗手槽咱伫咧迄个所在来洗，莫去影响到咱的即个同工因伫遐咧整理厨房所以尽量莫去厨房遐洗咱拢尽量来到伫即个的即个新设的即个洗手槽来伫遐来安尼洗咱的即个碗碟。咱今仔日的即个爱餐内面有一项真特别的头拄我有讲起到就是咱今仔爱餐内底的食物内面有一个真特别的物件是迄个牛奶冰。牛奶冰咱的即个隔壁即个乌店的牛奶冰咱专工去甲买邦俊用着即个伊家己咱你等下看知影，还是咱家己亲自做的面饼你将即个牛奶冰甲乌来放伫咧面饼了，甲熬做像春卷共款安尼来食我小可来讲一下即个。即个用意啦伫咧五旬节的时阵，五旬节是安怎是叫做五旬节？是因为对逾越节开始，逾越节的第一个即个安息日的假日开始算，拄好算50天，拄好就是拄好安尼满7个安息日到伫咧即个第7个安息日的即个次日，拄好50天安尼拄好因。爱将即个新的迄个数字，犹太人爱将即个新的即个数字献予耶和华上帝。伫咧即个五旬节有一个真特别的即个传统的食物，就是伊用着各式各样的即个奶制品来食犹太人上会食的物件是犹太式的迄个乳酪饼迄个咱讲乳酪的迄种薄饼恁若去较中东的所在，因有真侪食物拢甲即个薄饼有关系。因伫遐犹太人伫遐咧食饭的时阵，因就是掠迄个面饼分互大家人，毋是讲家己迄个面饼裂开也好，也是讲甚至伊的薄饼是迄个咱讲小夹的，中甲掰开
切做一半了，甲掰开，啊内底放足济遮个食食，这是伫咧中东因迄边遐个食法。伫咧五旬节的即个传统的食物内面，啥物话是奶制品那是讲为什么是奶制品是因为因当初是照着出埃及记的19章内面的记载，讲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时阵，满3个月的迄一天，因来到即个西奈的即个旷野，因就伫咧迄个山骹底下来迄个扎营。即个拄好满3个月，即个希伯来原文伊讲的是讲其实是讲第3个月，也就是讲，迄个拄好是即个犹太历的3月1号，以色列人来到即个西奈山的山骹，根据即个出来记记19章的即个经文去甲推算，讲上帝降临伫咧西奈山迄一天拄好是迄年的五旬节。就是讲因安尼出埃及了，安尼一直到伫迄个西奈山骹遐，拄好是五旬节。既然即个犹太的历史的第一个五旬节，上帝降临伫咧即个西奈山，伫遐颁布10条诫，即个讲律法的即个根基。所以犹太人就伫咧即个五旬节的即一天，纪念上帝赐因即个律法。所以犹太人因就伫咧即个过即个五旬节的时阵，因就食即个奶制品啦。为什么要吃奶制品？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吃，为什么吃奶制品？多是咧意味着迄个律法，既然是上帝的话语，就甲亲像你共款恁共款安尼会通滋养人的生命。就甲亲像咱伫咧咱的使徒行传内面，迄个彼得，伊伫咧即个彼得前书内面。彼得前书第2章内面安尼讲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那个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迄个奶制品象征着迄个上帝的话。犹太人过即个五旬节食迄个奶制品，就好亲像将上帝的话安尼甲食落去共款。所以咱今仔日咱伫遐嘛是吃奶制品，是因为咱即马都天气较热，所以这个邦俊最有意思的，伊就讲安尼同样是奶制品咱要互咱大家人会晓说较稍微安尼小可解热一下解暑一下，所以就家己亲自家己做即个薄饼，咱家己就等下咱就家己去熬迄个牛奶冰你毋好家己食了别人拢无食着咱嘛爱分互大家人食咱就安尼熬一寡，你甲卷的，较亲像春卷共款，安尼落去食。咱伫遐一边食的时阵，咱就一边伫遐笑念。今仔日咱所讲的，咱领受上帝的话，亲像你个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共款，咱上顶亲像婴仔共款，安尼爱慕迄个灵共款，安尼渐渐来得到成长，直到咱会通得到救。所以咱咧食的时阵，毋好干来讲做好食，食了，咱一边食，咱就来笑念即个真有意思的即个话。伫咧即个犹太的即个传统的即个讲法内面真趣味，就是讲伫咧五旬节即一天以色列人因伫咧即个西奈山领受即个律法，同时因嘛领受迄个食物律啦，所以但是因伫咧迄个时阵，因无真清楚分辨啥物动物是洁净的，因为当时抑阁毋知影什么东西是洁净的，啥物是无清气的，所以因为着要避免违反上帝的诫命，所以因食奶制品的食物变做诚做因唯一的选择啦。所以迄个奶制品诚做五旬节一个真要紧的迄个传统的食物。即个犹太的传统反映出即个奶制品的迄款属灵的意义真正拄好是咧敬畏上帝的心，甲着对上帝的迄个信息伫遐尽心尽力要来欢喜遵行上帝的
每一条的诫命。吼，所以咱今仔日咱的伫咧爱餐的时阵，吼，咱咧伫遐食的时阵，咱嘛少年嘛纪念邦俊，啊，搁咱做同工伊伫咧透早5点就来到伫咱的中间，吼，来为咱备办做这的食食，吼，伫遐做这个面饼，吼，所以食的时阵，我那嘛爱纪念因的辛劳啦，吼，一边食一边伫遐去思想上帝话语。也，咱伫遐想，咱伫遐食的时阵，也愿圣神真正帮助咱，互咱伫遐一边食，也想起上帝要对咱讲什么款的话，透过迄个话，咱嘛会使伫遐来祈祷，讲伫咱的脑海内面突然浮现的那段话，咱嘛会使来向上帝祈祷，讲主啊，你伫咧我的脑海内面浮现这一段话，你要对我讲什么话？吼。愿圣神帮助咱，透过咱安尼不断来思想上帝话，互上帝话，诚做咱的快乐甲帮助。这是咱的额外的补充报告。以上。感谢牧师的解说甲分享吼，我看大家嘴暖应该拢要流落来好，咱请起立，来上迎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高之尊。是煞请牧师来祝祷。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阳光归伫伊代代无尽。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咱就请咱兄弟，咱会通安尼来到伫即个中庭的所在，咱要来庆生6月份的寿星以及咱今仔日的即个圣灵降临节的即个爱餐吼。